即阵咱国内本土疫情咧看，台大公卫学院的专家陈秀熙是表示讲，去年9月份的时，咱国内有加速咧注意风险，所以已经做过2档 A 字预防射的民众有700万人，但到2月初，因的保护率敢若只剩20%。伊是认为一天若是有做20万人，第3档的追加剂，安尼咱的疫情伫2月底就有法度得到控制。要过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是坦白讲，目前咱也无法度达到这个目标。桃园机场群聚案规个摊开，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陈秀熙教授率领研究团队伫咧线顶直播，因比较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以色列免疫失效造成疫情反扩的趋势，也发现以色列3档有风射拢注 BNT， 结果疫情压未落来，发现是保护力挡无2个月。所以这也解释了今天以色列为什么今天疫情再起，2剂的 BNT 打应该要采取第3剂混打其他的疫苗。但秀熙教授表示，第3剂有风射注射的时间点，甲社区防疫的强度，是影响群聚感染甲社区流行的关键。伊甲研究团队用台湾做过2剂 AZ 疫苗的700万人来去算，因的免疫失效时间伫咧今年2月初，保护力会简单剩20%。准若逐工注20万人，2月下旬疫情就会当得到控制。以每天打20万而言，我们很快的可以在2月22号，整体的这个 AD 的族群的免疫保护力就可以在全部把它救回来。昨天来看，昨天我们打过是20万多嘛，哈，那其中莫德纳的追加剂打了11万5千多了，但比刚才大家所期待说一天要打到追加剂打到20万。恐怕目前还没有达到这目标。指挥官陈时中表示，追加剂即阵注2.59%，强调疫苗的量有够，就等有药平台媒合。不过，陈秀熙教授要是呼吁个人甲社区防疫，就要维持高度警戒，随时备战。记者阿明金曾派文台北报道。